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阿輝。如果有一日你上午去診所做普通檢查，下午你忙住做嘢，到得閒嗰陣突然發現診所打電話嚟，不斷打電話嚟，你當時第一下心情係點樣呢？之後再見到同一個電話打嚟，你嘅心情又係點樣呢？人係好矛盾嘅動物。當你知道呢個電話喺醫院打嚟，仲要不斷咁打嚟，你第一下一定會好驚。因為你知道醫院打得過嚟，一定唔會係好嘢嚟啦。我好記得我確診患癌之前，當抽完血之後，知道診所打電話嚟，個心係有種毛管動嘅感覺。呢個就係人天生嘅自然反應。但我哋諗深一層，只不過一個電話打嚟，我哋點解會驚呢？又唔見如果你朋友打嚟，你個心入面會發寒。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句說話，恐懼源於未知。人嘅天性對於未知嘅嘢，一啲充滿唔確定性嘅嘢，基於大腦嘅保護機制，我哋係會驚，本能上覺得未知嘅嘢可能會危害生存，所以我哋會恐懼。呢個就係我哋人類天生嘅設定。恐懼除咗因為未知，亦同時因為無知。無知係唔知道有其他選項，有其他嘅可能性，以為一定要跟從社會俾你嘅認知，你先至可以得救。簡單啲講，呢個選項唔係好好，但我以為淨係得呢個選項可以揀，我冇得揀其他，迫於無奈之下，我只能接受，同時又好恐懼，因為我哋知道呢個唔係好嘅選項，未來充滿黑暗。事實上，我哋唔知道啲乜嘢。無知呢個係涉及咗所知障，我之前有一集講過所知障嘅題目，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下。既然恐懼來臨，我哋又要點樣去面對恐懼呢？方法有兩種。第一，暴露療法，就係不斷去體會，不斷去經歷恐懼，直至感覺麻木，達到最後無感，習慣咗就自然唔驚。暴露療法嘅概念係從果去處理恐懼嘅問題。但係我比較主張從因治病，即係從因去着手處理問題，所以呢個方法我先唔講。跟住就係第二個方法，恐懼唔一定需要戰勝，亦都唔一定需要被克服。我哋未必需要用呢一種對抗性嘅思維去處理恐懼。首先係邊個定義恐懼呢樣嘢嘅呢？恐懼本身其實係由我哋嘅認知系統俾我哋嘅。我哋如果可以放低我哋嘅所知，承認我哋自己嘅無知，探索新知，如果能夠脫離舊有嘅思維框架，或者我哋會有新嘅睇法，恐懼就已經可能唔再存在。如果恐懼根本唔存在，咁我哋又何需要去面對，何需要去處理呢？因此，我以下落嚟想同大家分享嘅係，我喺被西醫確診患癌之後，我唔想接受西醫嘅醫治方式，想要擺脫佢嘅思維框架，然後我不斷尋找新知，不斷探索新嘅思維框架嘅故事。好記得俾西醫確診患癌之後，我每日都去誠品尋找有關癌症嘅書，學習各方面專家嘅知識。我發現咗有好多關於西方食療抗癌嘅書籍，亦有少量係關於氣功抗癌嘅書。呢啲書都好好，擴闊咗我對抗癌嘅認知，打開咗世界嘅大門。跟住我又有接觸過好幾個中醫，最初有一個係火神派嘅中醫，佢好強調寒氣導致疾病嘅問題，俾咗一個要以溫熱飲食同埋注重保暖嘅概念。佢可以講係第一個醫生斷言話我個病唔係癌症，只係寒氣積聚所產生嘅問題。寒氣係百病之源，你唔可以話佢完全錯。總之我之後就冇再跟佢啦。係咩原因？我呢度就唔方便講。但至少佢俾咗一個以溫熱保暖對治寒氣嘅概念網，算係脫離舊有傳統西醫嘅思維框架嘅第一步。跟住我之後亦都有睇過幾個傳統嘅中醫，佢哋幫我做針灸，開中藥俾我食，甚至亦都見過有一個所謂叫中西合璧嘅醫生，但佢哋全部仍然都係主張我去跟傳統西醫為主軸，治療嘅副作用呢，則由佢哋幫我去舒緩。我雖然都好感謝佢哋嘅幫忙，但好似佢哋都唔係我要揾嘅方向。
跟住我喺網上揾咗好多資料，接觸到好多自然療法，例如能量治療、能量療法、脈輪冥想呢啲等等。呢啲方法都俾咗一啲唔同嘅思維角度，教我去點樣看待自己嘅身心靈。對於脫離傳統西醫嘅思維框架，算係又行咗一小步。雖然係咁，但我仲未睇到一個完整嘅思維框架，又或者系統去處理癌症呢啲問題，信心仲係未足夠。之後我無意中睇到有關食山抗癌嘅方法，喺提倡食山呢一方面，最出名嘅就莫過於周兆祥博士嘅影片。我睇咗一大堆周兆祥博士講關於癌症同食山嘅影片，入面有好多方法，但所有嘅核心都係教我哋從病因着手。周博士認為所有疾病都係源於心病，尤其係癌症，因為個心有病，所以會由身體反映出嚟。呢個就係心因論。我開始睇到一個全新嘅思維框架去看待癌症呢個問題，就係我哋要從因下手，即係從個心下手，先可以解決疾病嘅問題。對於脫離傳統西醫嘅思維框架，我又走咗好一大步。最後喺機緣巧合之下，俾我無意中揾到原始點。原始點呢個種子，原來喺10幾20年前已經一早種下咗。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而家時機成熟，個天就俾我揾到呢個寶藏。原始點係一套好完整嘅系統，將熱能同從因治病呢個概念完全融合咗喺醫治嘅思維框架裏面，係一個全新嘅思維模式，帶領咗我完完全全走出咗傳統西醫治療嘅思維框架。亦因此，我完完全全脫離咗傳統西醫認知所帶嚟嘅恐懼。學好原始點之後，即使你患癌，其實你個心都好難定，有一種超脫嘅感覺。因為如果你都係原始點嘅愛好者，你一定知道癌腫瘤屬於患異常形態，必屬患處體傷。患處體傷點樣處理啊？按推解除患處痛點，補充足夠熱能，就係咁簡單。何需要恐懼，亦都何需要過分擔心。我唔係叫你輕視疾病，但我哋如果有多一個唔同嘅思維框架去看待自己嘅疾病，就好似癌症呢啲咁，你就未必需要被固有嘅思維框架去限定，因此你亦都未必需要去過分地恐懼、過分地擔心。而家每當我聽到醫院打嚟嘅電話，我就再唔會好似以前咁好怕去聽，但又迫於無奈之下帶住恐懼嘅心情去聽。我會不假思索第一時間去聽。第一，因為我知道我根本冇需要跟佢哋嘅遊戲去玩，我有其他嘅選項，所以我好淡定、好自在。佢哋講啲咩指數，我自己有唔同嘅理解，唔一定要受西醫嘅框架所限。第二，因為如果你冇聽到佢哋嘅電話，大家都知啦，你要再打翻去，佢哋嘅電話係打唔到嘅。呢個係醫院嘅設定，你只可以等醫院再打嚟。唔知醫院打嚟係咩嘢事，內心就會充滿未知。正如上面所講，恐懼源於未知，未知先至係最可怕嘅嘢。好啦，今日我就分享到呢一度，下次再同大家傾過啦，拜拜。